成都作为一个历史名山，有当清楚的文化底蕴，也按多年来，政府让语文元素用于生发和城市空间，变做一个现代文明和传统历史相互辉映的文化集中体，变做出一种色彩东江的城市花景。今晡日我去拜访的是伫台湾来的艺术家，伫一个东江的城市地图，用用扮演感动人的故事咧。哎，钟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很好，很好，很好。来，阿雄哥。你好，你好，你好。钟先生。专程从台湾过来。对啊，我刚来的时候，我老东啊很不错的呢，唔咩搞艺术的嘿，因为啲西城的农业太好搞书呢。对，我在这边任教，教艺术。对。哦，这么特别，在农业大学里面教艺术。对。因为这个学校刚好有一个新的艺术系嘛，就这样进来任职了。然后现在距离我上课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想我带着去学校里面走一走，转一转。好啊，对啊，很久没有回到校园了，对，来去校园走一走，一起去看一看嘛。好。伫台湾艺术大学书法艺术学内毕业嘅钟义成，系伫中华培元乡嘅客家乡亲。2009年，钟先生去重庆做驻村嘅艺术家，驻村半年过后就考到嘅四川农业大学嘅先生资格，打开咗佢创作艺术嘅另外一条路。钟先生讲，伫成都慢慢嘅就做得感受到艺术嘅气氛，也就係本佢留下來靜態嘅原因。佢創業在學校，佢啲中國算是一等的學校嘛。如果以全國前排名，就是大陸的排名來說的話，大概排前100名。這個學校如果在四川地區來說的話，相當於台灣的清大、交大、成大這個等級。跟原來呀學校啊，原來他招聘老師噶哈。會懂難嗎？當初其實蠻難的，我們那時候26個人來競爭3個職位，其實是學校需要發展，然後學校需要發展的那個同時呢，他會希望招不一樣的人進來，好，比如我們其實也有聘美國的老師，然後也有聘，我知道也有聘澳大利亞的，那當然相對的，然後我就很幸運有一個台灣的身份當一個加分吧，然後就這樣很順利的聘進來。跟也喺學校裏度。有幾個台灣籍的老師？這個學校就只有我而已。哦，你是唯一的 only one。那你進來這個學校教了之後啊，接觸了那麼多學生，那在這個領域，藝術這個領域，就是學藝術學生哎，它的整體的狀況多嗎？或者是說整體的學習的狀況是怎麼樣？如果以整個成都市的範圍來說，其實學藝術設計的蠻多人的。然後這個學校他們那時候在考的時候呢，如果以排名來說，僅次於四川美術學院而已。這個學校這個科系，它更偏向於實用性。如果以一個學生的期待來說的話，老實說，以後會比較好找工作。設計師跟藝術家比，設計師的找工作的難度會輕一點，然後也比較好就職。然後就是很純粹的藝術創作，會有像社團這種性質，可是它不會是一個很高的比重。1906年創立嘅四川農業大學，因為開放嘅教房、和教育方式嘅國際化，變做係中國第一批輸留學生嘅大學之一。聽等時代嘅變化，政府為咗打造自由開放嘅城市空間，提供嘅多元化嘅平台，也未伴藝術類嘅學呢，唔只個係理論和基本功嘅訓練天天，還有容易生活嘅應用，故所就變到當數到學生嘅分享嘅新鮮車。你喺乜嘅機會啊？本來都中國大陸的發展咯。2007年讀研究生的時候，讀碩士的時候，剛好我讀的學校台灣藝大跟四川美術學院有個交換生的計劃，然後它其實是長達半年的時間，然後我們先過來先到重慶做創作，這樣，然後這樣就是這樣的機緣，就第一次來到這邊，剛好那時候四川美術學院旁邊有個坦克庫藝術中心。他們有一些給一些不錯的條件，讓你來做駐村藝術家，有1年時間。然後就退伍之後，我就很順利的就到這邊來當駐村藝術家了。你可以用時嘅想法，就是只是想說我有沒有這個能耐嗎？還是說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很大一片的前景？對，就是這兩個都有。一個是想要試看自己的這樣一個能力，另外一個是這邊的確給了很好的一個環境，很值得像我們這樣年輕的藝術家去嘗試。給用時做給駐村的藝術家會懂艱苦嗎？蠻辛苦的。
我那时候带着可能1万多人民币吧，然后到这边来租完工作室，口袋上只剩下1000人民币，大概台币5000块，用那台币5000块也过了大概3-4个月。然后那时候也幸好就是时不时会有贵人帮助，包括那时候的女朋友，现在我老婆，不管从物质上、精神上都很支持我。你那时候怎么没有想说在台湾发展？老实说，对年轻的艺术家不是那么友善，资源上啊，从政府层面，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帮助。其实大陆也没有，老实说。可是因为大陆它的那个人口的基数太大了，他也好，师从懂胎，有这样的艺术鉴赏能力的人，虽然只是在某一个金字塔的顶端一点点，可是那个一点点就是很多人了。对，他们可能喜欢收藏字画，喜欢去逛逛美术馆，收藏一些画作回去，可能那个就可以支撑很多艺术家的生活了，对不对？严丹老道有硕士嘅学历，做得比别人要较大嘅样面。冇想到，佢嘅30人房嘅求职信，全部就冇收冇寫。前面，钟先生就用有希無盡嘅決心離開家鄉去做夢，好得啲也尋到嘅學習藝術嘅好所在，咩度都係強用教書嘅本樣。兩公婆除咗啲大學教書以外，咩可以考好葡萄，希望啲後生人創作求啲嘅環境。那像你寫這些書法，張老師來指導的時候，他會不會有，比方講一些台灣的狀況啊，台灣美術的狀況給你們聽？會有啊，會夾雜一點點。一直都覺得台灣對就是在這個傳統文化、中國的文化的保留這塊方面做的事，要比大陸好很多。你們有去過台灣嗎？我有之前去過台灣做交換半學期，對。半個學期，那也蠻長的哦。去哪個學校？去台藝大。那你去了台灣學習藝術這一塊的感覺，再回來四川這邊，你覺得感覺上有沒有什麼差別？差別是肯定有的，因為台藝大畢竟是一個藝術性的學校嘛，那我們學校是一個綜合性的大學，然後又是主攻農學，就是這塊的，所以說可能還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你們會不會就是因為張老師他是台灣籍的老師，所以就對他的課特別有興趣？這很多同學最開始都是這樣，就是因為哇那個是台灣人嘞，然後覺得說有什麼不一樣，大家都想去上他課，然後覺得有時候挺蠻有意思的，就跟其他大陸老師的一些，比如說上課的一些思維啊。模式有一點不太一樣。當我知道他是就是關於教水墨方面的時候，我就覺得哇好感興趣，我想過來看一看。然後接觸了以後，我覺得這個就是接觸到傳統文化，我覺得很好。因為以前看到一些就是關於水墨的一些作品，我就覺得很有意境，然後我也想去，終於有這個機會來這裡學習一下，我覺得很棒。大陸學生真的相對的主動多了。可是我們說嘛，就是大陸學生跟台灣學生比的話，台灣學生的優點是什麼？我覺得創意比較夠，思維的開闊比較夠。可是有可能台灣整個環境保護得太好了，像沒有那個競爭的意識，對，沒有那種競爭的意識。大家就會比較處於一種就是說邊玩樂邊學習的狀態。可是我也覺得蠻好的啊，對啊，只要你能。後面的工作你能接得上，那其實也沒有關係。對，其實兩隻地方嘅後生都有各的優點啦。老傳統嘅水墨畫無強樣嘅係，鐘先生嘅畫融合嘅東方美學、老西方供養，變化出老以前無強樣嘅作品表現。對佢來講，藝術就係啲神發嘅天地度吹切出來嘅精華，另外種條票就變做係日嘅作品嘅體括。不過，喺講到中國嘅藝術，還有一項國際上有名嘅才劇嘅表演。喺講來到四川，一天做唔得表過嘅哦。來學戲劇，學嚟醫生演嘅，從來就冇看過現場嘅川劇嘅表演。等下5分鐘就會看得到咯。不過你要知道，當奇怪哦，亞咩隻火鍋店嘿，因為看得到川劇嘅表演啲亞嘛。
不过你要吃到懂奇怪哦，亚妹在火锅店嘿，因为可能懂川剧的变脸低亚嘛，火锅加变脸就是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对，等于也算是服务很多的观光客来到这边，可以一次体验。来四川一定要体验的2种经验，对不对？一个是吃火锅，一个是看川剧的变脸。它这个地方有名到，就是那时候美国总统的夫人米歇尔来的时候，也专程来这地方吃火锅，看川剧的变脸。真的哦。川劇嘅源頭早得追溯到先前毛主嘅行客做嘅時期，呈現啲清朝川劇融合嘅歌腔、盤腔、弦嘅彈腔、藤條也5種上腔。變做係四川當有特色嘅上腔藝術，其中親本人啲嘅就係拌麵。啲川劇表演地度係親創業嘅特技之一，除咗啲中國還有台灣當有名以外，行家喺西方國家當婀娜嘅技術插白戲。记得我有算过，我记得有变了几张脸。你学了多久了？学了11年。所以就是从小时候就开始在学校里面学，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变脸它只是川剧的功夫之一，对不对？所以它应该是在很多的不同段子或不同的故事里面有这样的人物，他需要去变他的面相。那是什么样的段子跟什么故事里面？比如说有一则金山寺白蛇雪漫金山，对对对，白蛇传里面有法海，法海他不是拿了一个钵吗？对对对，川剧里面让这个钵就变成一个变脸的人物，然后去抓白蛇的时候，然后就会变脸，所以就让那个钵拟人化去收服白蛇跟青蛇。哎，那现在看川剧的年轻人多不多？最近越来越多了，因为最近那个各方面推广的都比较多一些，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在关注川剧。你现在几岁？今年26。26年的戏对这还这么有热忱，非常不简单。对，现在已经入股了。啊，已经入股了。对，你已經是戲精了。川劇嘅背面係一堆堆川劇演員向下創作，來傳承下來嘅藝術寶貝。一挖頭一壓手就隨轉變嘅咩傳特技哦，實在不愛太看眼界呢。做得親身看到也真見動有價值啦。川劇背面看講演過後，鐘先生講，根本係做當創業嘅行程，就會留一群當好藝術嘅人交流，一下就等鐘先生向下來去拜訪了。所以你們也都是老師嗎？他以前在小學教書，他現在在中學教書。那怎麼會想要組成一個團體？是什麼樣的機緣或者想法？其實認識的時候也很隨意，比如說我和張醫生，當時我們兩個那個工作室是挨在一塊兒的。有一天我就碰到他，我然後我就問他，要不要一起弄個展覽呢？第一次碰到嗎？不是，就是已經相處一段時間了，剛好。我們另外一邊有個展覽的邀約嘛，然後我就問陳琳要不要一起辦？對，有沒有興趣啊？因為一方面我也欣賞他的畫，因為在重慶畫水墨的人其實很少，那個圈子其實不大。對，對，然後畫水墨的又特別少。有時候可能看展的時候，可能就記下別人作品的名字。哎，我有看過你的作品。對，我們都是通過畫來認人的，不認識人但認識畫。所以這個團體，你們現在這個團體裡面的成員，大部分都是哪裡？大部分是四川美院當時是在讀的在校生。研究生，然後還有醫生，他介紹的他認識的畫水墨畫得很好的朋友，我們一起就組成了這個團體。那大家談得來嘛，有興趣啊，然後我們幾個人也願意來幫大家做一些事，對，所以就這個東西我們就慢慢的把它做起來。目前為止，其實團體的展覽做了6次了。有了這樣子的一個團體，有一個這樣的組織之後，對你們的畫作的推廣是應該算是有幫助的，幫助很大。有幫助，因為就是說
这边的机构会觉得啊，你有台湾那边的成员，然后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然后台湾的机构也会觉得啊，我们有内地的成员在里面，他也觉得很特别，是这样。大家借有朋友，然后我们相互来帮忙做一些事情，然后让彼此更好。对，因為你畢竟一個人的單打獨鬥，跟一群人這樣出去團體打仗，還是有差別的。漂移沙係一個始終台灣和中國現代水墨藝術家嘅社團，目的就係希望做個超越國家和地域嘅限制，來開拓藝術嘅新方向。漂移沙從嚟到以後，喺兩岸三地無天氣來辦聯展。透過天氣嘅交流，每位一強藝術家來出嚟見天嘅立體。我覺得這個社團成立對我來說，其實是可以讓我更融入這邊的生活。我就會因為賴靜，我會去了解整個成都的那些風土民情啊，因為陳琳會了解，比如在他們家鄉眉山那邊什麼樣的事情啊，有這樣的條件其實不太容易，但很幸運就是認識他們，這樣就我覺得至少我個人覺得我在這邊融入的相當的好，對我也很習慣這樣的生活。曾經有一個朋友就寫張醫生，然後我記得有一段文字對我描寫特別深刻，就是遠遠望去，他走在這個黃覺平的這個街上，感覺他就是一個地道的重慶人。對，我覺得非常棒寫的。然後每次看到他，反正他能夠融入到那個環境當中，他能夠積極的去面對這個他面臨的這種新的生活，包括我們的這個習慣，包括我們的生活方式，包括我們的這種不同的一些這種文化理念，他都能夠認同，而且能夠融入進去。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一種生活態度。然後他把這些東西呢，可以融入到他的這個創作品裡面。對。然後能做到這一點，我覺得還是很不錯的。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地道的重慶人。鍾先生講，啲愛中生存，意思嘅唔單唱嘅作品，還是要調整生態，學點樣嘅老人相處。條下嘛，帶啲夢想行到一大天下，雖然遇到眾多嘅困難，不過歸路有副家人嘅做伴和支持，也就會鍾先生做得向前嘅動力。今半夜，佢就係帶我去鄉下認識一清通識嘅家人了。爸爸，平常都是您在做菜啊？就是。哇，好厲害哦！所以在四川是不是男生做菜比較多？基本都普遍，至少80%嘛。做這個四川菜最大秘訣是什麼？教我2手，回台灣可以自己做。沒有什麼秘訣，只要那麻辣甜酸鹹，就這5個口味。麻辣甜酸鹹。提起來，終於同埋自己來做。好快啊，這樣就已經好了，是不是？不能，時間不能長，你先嘗一下，感覺味道怎麼樣？到台灣吃都會冇咁香香哦。它這裡會有淡淡的酸味，這個裡面的酸味是加了醋嗎？加了醋。啊，地頭飯董中某試過有加醋哎。爸爸，我們可以上菜了。可以啊。好，那我先幫你把這個端出去了。好嘞。萬爸爸的好手藝對你來說應該沒有飲食上適應的問題吧？對，沒有，其實蠻好的。可是文化上會有一點不一樣，或者是有時候飲食生活還是有點不習慣的。他在這裡有沒有鬧過什麼笑話？沒有。文化適應上啊，講話聽不懂啊。他適應能力比較強。他適應能力比較強，所以你也是經常回家吧？因為大家感覺看起來。他不忙的情況下，他們就回家。每個星期都回來。哎，我講話也開始是四川口音。對，好棒哦。那爸爸媽媽，你們第一次看到張老師的時候啊，的第一印象是怎麼樣？第一印象啊？對啊。我公司說，反正我們就說是太遠了，還有不是很理想的。那爸爸呢？在哪願意做的事情我不干涉。哦，不干涉。不干涉。那不願意做，你就強迫他做，也不做，就算做也做不好。對，不願意做的事情，也做不好。那你最後是怎麼樣？那個打破攻破媽媽的心防。其實我覺得，我始終覺得就還是那個態度，你對於一件事情的一種，我都是用一個很真誠的態度來做這些事情。然後我會給他們承諾，就是比如好有些事情
我知道对你承诺了，我一定做到，可是你要给我时间。比如他们一开始希望一个稳定的工作，因为刚开始是在重庆那边单纯的画画，收入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他们说希望我找个稳定的工作，那我也答应他们。后面比如有了小孩子之后呢，我们希望家庭更稳定，当然有房子啊什么的，那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来规划这些事情，然后其实也是这样，其实我很感谢他们，对啊，我都有点那个。菜太好吃了，太感动了。我觉得我岳母真的对我。你们不需要任何承诺，只要你们过得好就对了。所以呢，我呢和我这性子比较急，是点急性子，有点事情呢我就是。人另外一种嘅困境，唔单仅係故乡嘅起嚟，還加係心靈嘅故事。也下中先生唔單將前輩算係設家嘅藝術天堂，還加好運呢係由相互扶持嘅屋企人，打好嘅人生幸福嘅基礎。中先生講，屋企人係佢哋愛狀流票嘅支持，咪係成就夢想嘅日頭。有时候就是会觉得相爱，比如说你们是因为艺术的环境，然后两个人认识，然后在一起。可是真正步入到婚姻，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像你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做驻村艺术家嘛，还没有教职。对，像那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担心吗？应该也是会有一点想法吧，这个方面也会有去想过。因为刚刚从学校毕业啊，然后学校里面的那个教育环境是，可能艺术创作这方面会想的比较多。人生的规划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可能是对艺术方面的一个算是追求吧。所以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艺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画画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把它规划到人生里面去。那你看有想的吗？人家想法那同万老师共用啊。我那时候我遇到他之后，我就心里的感觉就是，其实就是他，然后他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走。像现在你们现在的已经有很好的成绩了，成家立业啦，也有固定的教职啦，然后也有时间可以做创作。然后，那你们有没有下一步的在艺术层面上的计划？我是希望，当生活更稳定之后，我是更希望可以专心的创作。现在大陆这个环境，其实对我们来说，提供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环境。那我希望可以大概有个10年，甚至15年之内呢，把这些事情给安排好。那我更希望是以后可以就回到台湾去，可以专心的去做创作。其实我自己也比较爱台湾的，我希望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专心的创作，这样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最大的人生愿望。对。那万老师，所以你心里面也是有相同的这个想法？你是说去台湾吗？对啊，就是在规划里面。就多大哟？它本来是4层楼的一个教学大楼，整个垮下来变这样。上面有一个时间，那时间就是地震发生的时间，2008年5月12号2点28分。你是说去台湾吗？对啊，就是在规划里面。如果说生活的话，其实台湾真的蛮舒服的。不过我还是会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像我父母啊，还有他们在这边啊，还有小朋友，他可能对这边的感情也会比较深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希望条件比较成熟一点。比如说各方面的可以准备到位了，我们可以，如果是住在台湾的话，就是随时可以回来这样。希望这一步可以慢慢的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它。会的，我对他有承诺的。夢想嘅加速係啲堅持到底。鍾先生嘅創作生涯跨越嘅海峽，行出嚟設計嘅理想，用速度嘅畫筆記錄嘅生命嘅酸甜苦辣。未來，你希望做得流行較多嘅作品帶轉台灣。就像鍾先生講嘅。離開家鄉係味道嘅轉去家鄉，也係佢哦動動心忙，愛伴轉去屋企嘅路變到行得橋呢。接下來，
阿上古会去拜访的，係啲台北來嘅留客皇太哥，啲夜嘅神方要做得潛到樣板人嘅神明觀點咧。哦，這就是都江堰呢。是，這就是都江堰。以前哦，啲地理課本上看得到的都江堰，6千年的歷史了哈。對。呀，真經看到的呢。當年是因為原本是山上那個雪水融化下來的時候，它會變成是洪水，所以就整個成都平原基本上是沼澤，不能夠居住的，也不能夠生活。那在秦代，他們就覺得說這個事情一定要去想辦法解決，所以有一個很有名的人叫做李冰，他就被派來這邊治水，然後就把這個整個都江堰修好了以後，就造成了整個天府之國。不是說整個成都平原的水利啊，或者是灌溉，都是靠這一條輸送過去的。你在成都市裡面任何一條河，橋下的水就是從這裡流去的。你看到過去個講的，那就是魚嘴的嘛？是，那裡就是魚嘴。哎，那個魚嘴呢，它是一個分流的一個地方，可以去調節那個水的高度啊。對，所以它今天呢，因為水量比較大，所以那個魚嘴看起來就短了。哦，看起來個短了，不，平常應該可以再更出去，就像一條魚一樣。都江堰係世界少數用到勁嘅固態水利建設，佢唔單將改變咗2000年來成都平陽做太水嘅原名，並帶俾四川人民豐富安樂嘅生活。去到當個安尼看一下去真見咗哋感受到人類當時留頭班人偉大嘅智慧。今年54歲嘅劉先生，唔係像一般做生意，也係移民嘅鄉親，係到也做沙器營造嘅，係乜嘅緣分，本佢決定留下來咧。劉先生講05年家要太地頭來到西川，那你是怎麼決定說要留在這個地方做這個重建的工作？因為當時地震的時候嘛，然後我一個好朋友他把這個都江堰的這樣子的一個計劃告訴我，後來我們就很覺得心裡面有一個想法，就是想說，或許我們可以來這個地方做一些什麼事情，幫助這個地方。10年的時候也過來這邊來看一看，先來了解一下。然後後來我太太也在4個月以後也過來。對，那我們來到這邊，我們其實就發現這個地方其實那時候有很大的需要。基本上那時候房子、建築物很多都倒塌，生活條件差，那不用說，很多的時候家庭、孩子。其實有很多的需要是沒有人去關心的，所以我們就會發現說，其實這個地方的需要還蠻大的。然後我們也知道說，因為這個計劃，我們其實可以長期在這個地方可以去做一些社區的服務工作，所以我們就決定說，好，那我們整個人生做一個大的方向的改變，就全家人過來。這個樣子，人家都討論後家一定也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才有辦法這樣全家人就過來哦。其實真是很不容易的決定了。對，因為我們那時候買了我們生命中間擁有的第一棟房子。第一個房子。想到說要出來，這房子的事情怎麼辦？其實我們是很掙扎的。所以在那個過程裡面，其實我們也是考慮了很久，但後來決定說，好吧，不要去考慮這些事情了，房子賣掉。賣的時候，其實心裡面還是蠻難過的。當然就覺得說破釜沉舟。就懂這種以前引供啊，好像說以前我們都學什麼叫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其實我們在這邊做的事情，也激發了很多人的愛心。這個部分讓我也。2008年嘅汶川大地震造成都江堰地區50有個嘅大災難。面對重建家園辛苦嘅過程，台商協會和當地嘅政府合作，設立嘅台灣愛心家園，為其下調去使用社區，和推動社區關懷。因為看到當地嘅災情和困境，劉先生和佢伴娘彭阿南就積極並下台灣嘅所有，幾戶家人就使到也落成來做公益。這全部就都在安永。它本來是4層樓的一個教學大樓，整個垮下來變這樣。上面有一個時間，那時間就是地震發生的時間，2008年5月12號2點28分。哇，2點28分，那時候還在上課哎。是。
所以学生都在教学楼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垮塌的瞬间，那些学生们他一定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这用时鸦片那部分应该全部就都被震垮了。是，这个地方刚好是地震的中心。震央，对，它叫做汶川地震，是因为它是属于汶川县。那这是汶川县里面的映秀镇。那在当时地震的时候，其实整个这个镇基本上所有的建筑物都震垮，夷为平地。对。这用时的梯筒，我已经忘记是几级的地震了。官方发布的话是8级，对，但是其实际上很多人判断都是比8级还要再很大胎哦。对。那它影响的地方应该都很大吧？这个地震其实它影响的范围非常大，从成都、绵阳、德阳，这个沿线全部都是在它的地震的影响范围，所以整个灾区的面积加起来大概台湾的4倍大。啊？4倍大？是，所以就是你想想看，瞬间有这么大一个灾区，光这个救难所投入的这些人力啊，各方面的资源，这是非常大的。当然，汶川梯筒造成的破坏超过10万平方公里，未造成的69000人员过身，1万人员大唔见得，係對唐山太梯筒過後傷亡數量超嚴重嘅一敗。面對無法度三國嘅自然災害，大家應該要有一種了解，喺大自然嘅災變地度自家去反省。在後半年來，四川人民行出梯筒嘅營養嘅同時，防災教育未變到當重要嘅。跟用时过来做那个灾后重建哈，你有来这个灾区有了看过吗？我那刚来的时候不是在这一个灾区，我是在另外一个北川县它是一个县城。那在县城的在地震的时候，整个县城夷为平地。那个有一个学校，1000多个师生被那个山瞬间倒下来，全部压在里面这样子。之前我们的个案我们去家访的时候跟他谈。他被压在那个遗址的堆里面10几个小时，对。那他在里头的时候，他说起先身边还有一些其他同学发出的声音，对，但是逐渐都没有。所以他是被挖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在那一个区域就只有他一个人是活的。其实经历10几个小时，他就说远远听到好像有人在要救，可是找不到人，他在那边只想要喊不出声音来，那种感觉，我们听了，我们觉得说，我们心都碎了，我们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人在这样子的灾害当中，他们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去重新复原呢？怎么样能够去突破这些灾害所造成他们的伤害呢？我们就觉得说，这样子的孩子其实需要长期的关心，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带着他们可以一起来重新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里面。而且有时候受伤的不是只是他们一个人，可能是一整个家庭，他可能有可能失去了一些亲人。梯筒過後，當到生意呢，因為各種原因，就變做係單親的家庭。啲其他地位新冠地度，會面對嘅難題，唔係一般人做得上得到嘅。除咗神法地度嘅安排，心靈嘅重建，行開一條短長嘅路。未因為看到安尼嘅需要，本有先生一副家人全心嘅奉獻，俾其他地位行出陰霾，驗盡生命嘅意義留價值。今本日拄好度到中國的6一兒童節，愛心家人要特別的辦法當來歡喜過節咯。像他们呢，就是来到愛心家園之後啊，對他們應該有改變很多很大，對不對？他們剛來的時候其實都因為年紀很小，那很多時候其實很多事情也不太了解，但是他們在這邊慢慢參加活動以後，我們就發現他們其實開始對自己有一個比較新的認識，然後也覺得比較可以去展現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些才華，也開始跟別的小朋友有很好的一些相處。奶奶來到這邊之後，你有沒有覺得他們有變很多，改變？很變很多，很乖，各方面喜歡這兒的遊戲，對，我很感謝你們，很感謝愛心家園。我特別感謝愛心家園，我那個時候大孫女兒，哪一個孫子？
3个孙子。第一个孙子来了好多年了，特别感谢爱心家园，真的对他们关心很好。他作为做不起的时候，全靠他们辅导他。这2个都是，但这个读幼儿园还在。听了很多的家长都是很多的感谢。自己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很有福气，因为看到这么多的孩子，他们其实我们可以付出一点点的爱，但是我们觉得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就会得到很多。对，就看到他们都成长。他们感觉快乐就很简单，但是小朋友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可能今天会不高兴，然后明天一下子就好了，然后就是他们就会给我们很多很积极的东西。那你们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想要来这边爱心家园当义工？因为我的家庭有一丁点偶尔会就是有一丁点贫困那种感觉，然后看着别人就是做很多有爱心的事情，然后心里就会有一种感动，希望我的家人啊，他们得到别人的帮助，然后我也可以去帮助别人那样子。因为刚好我不用当兵，对，就是体型的问题，对，不用当兵。婆婆你好，婆婆你好。走的，他们都是台湾来的。对呀。对呀。哎呀，太好了。奶奶您几岁了？现在吃88的饭。88了呀。我身份证来，你看还要得。因为刚好我不用当兵，对，就是体型的问题，对，不用当兵，对，然后就想说花1年的时间可以来这边，然后来学习，然后来脱离自己的舒适圈嘛，到不一样的环境来学习成长，对。太阳老师，当这些他们也算是孩子，就是他这些大学生们来加入之后啊，整体的氛围上有没有给爱心家园很大的帮助？有，其实我们跟这些大学生在一起。今年应该是5年了，对，我们有分，他们有些人可能就固定会陪伴孩子，那有些人就是去做探访、家访给长辈的。这些孩子其实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上进，然后也很积极参与我们的活动。那还有一个就是年轻嘛，我跟大胡子老师，毕竟我们对这些小娃来说，我们比较像他们的更高的长辈哈。但是这些志愿者对他们来说，相对于他们就像哥哥姐姐啊。那他们呢也比较就像你说的活力，而且他们跟他们的关系很自然就可以拉近。付出就會得到深度嘅。6年來，見老愛傳出去、睇出去。劉先生講哦，愛心豐富嘅理念係愛持續嘅傳承下去。故所，佢就帶領學生嘅志工向下參加，除咗培訓本地嘅學生嘅以外，未來辦兩岸學生嘅體驗日，日後有40人啥嘅義工，除咗對社員嘅輔導以外，未展開社區嘅長長嘅服務。时间走好，进来。婆婆你好，婆婆你好。走的，来走。奶奶坐。哎嗨，他们都是台湾来的。对呀。对呀。哎呀，太好了。奶奶您几岁了？现在吃88的饭。88了呀。我身份证来，你们看还要得。你身体最近都好吗？最近身体可以。可以啊。这一风湿重，身上没毛病的，是，只有关节、膝盖这些不太舒服。那你现在都平常自己煮饭吗？平常自己煮饭。我儿子跟我住到一起，他住到那半边，住到一街前边。一街区啊，他只有上班呢，门天来，中午回吃顿中午饭，我给他做中午饭。所以你要去买菜，然后还要煮这样子。都是买菜都在后头婆婆买。在那个婆婆上面。婆婆上面。对，他本来地震前他是跟儿子、媳妇跟孙女住在一起，但是因为地震的时候。就是有2口在地震过程当中就过世了，他的媳妇跟他的孙女都死了，所以就没有办法，那他的儿子呢又自己有工作，所以是另外住，所以他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在这边。你是11年几月搬过来的？我是看来是10月份才滚那个是第4礼拜。
哦，滚球，那个一拍一拍的。对，他们是用摇号的，摇号滚球这样，然后是。奶奶左邻右舍您都认识吗？那些啊，都认识。现在认识，原来不认识。一开始住到那台认识的，原来不认识。社区地图的人有一道诞生的老人家，故所天天在后重建顺势完成过后，爱心家人的服务重点，每啲牵头嘅灾难救助，变做一种常态性嘅社会关怀。针对单身嘅老人家，随时就到屋卡去访视，留佢阿哋做伴，侵转生活嘅信心。刘先生讲，佢阿哋唔单止坚持去做，还讲要做到亲好才做得。用公婆用爱建设一片家园，本一个城市充满的温情。喺爱心家园的服务以外，一家人就会转到成都的市区，去批判当地嘅特殊嘅奶的流强，享受天伦之乐。彭先生讲，来到也以前其实经过动态嘅思考，因为做野外的亲手嘅，就会适应的适应的问题。我们第一次 announce 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很激动嘛。他说：“哦，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刚搬家，其实我们那时候刚从台北搬到新北市，然后重新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对他来讲，而且他转学我们那时候到那边大概才1年半吧，1年半，差不多1年半的时候，然后我们讲说，我们又要离开了，他就觉得我才刚这边又交了新朋友，转学过来，刚适应，怎么你们又要走了这样子？”不过当然我知道他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害怕，所以他会常常问我说：“那我们要去多久？有什么想法？要干嘛？”但是我就是一样，我就是告诉他，我说：“我们基本上，如果你的在这边的学校不能够确定，你的学习不能确定，那一样，我们就回来。”不过对色朗些人来讲，对10几岁的孩子来说，那个位置其实很大。那你过来这边开始念书，好，然后在这边生活上会有那个适应上的问题吗？第1年来的时候不在成都，第2年的时候到成都来，那时候是就开始就是自己住，平常周间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爸爸妈妈周末才会过来。刚开始自己住前半年很不习惯，因为就是很多事都要自己打理，然后刚开始来，最早四川话也听不太懂，这样对，最大的困难是与人相处的沟通不太适应。当然，他来这边其实文化的冲击，那又是刚好在青少年的阶段。他每一年，因为他1年只能回台湾1次，因为要念书的关系。他每一次暑假头2年回去再回来，他要花1、2个月的时间，他才能够调整过来。我不知道他自己还记不记得，将近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他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蛮辛苦的。那我自己我比较心疼妈妈的角度，开点心疼。我也有跟他说谢谢他，对，那时候愿意跟我们出来，然后也会觉得很不舍，有时候会对爱有点亏欠吧，对，就觉得他这么小，然后他愿意跟我们出来，然后。他没有跟我们抱怨，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抱怨说为什么把我带来这边，然后对，正让后来他自己也现在想要做跟我们一样的事情，就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对。对语言和环境这个改变的唔适应。到日后完全融入新生活、新文化，生意那边晓得，迄本也会知道轻安慰的。日下要听听日后的脚步，刘强要开始落身志工的服务的，一步一个人，留爱心的脚迹行到全世界。这样子，你一过来就跟着爸爸妈妈住，还是说一过来是先跟着来玩啊，来看一看啊，环境啊这样子？我前面来的2、3次，基本上
就都是来玩的。那后来那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我一来，我妈就给我买了一只新手机，这样买一只 iPhone， 然后说这是你在这边工资啊，对，所以就好吧，那就被一只 iPhone 就卖了，就不会一支手机就留下了耶。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留下来的。当完兵以后，我定了一个，就是那时候很流行打工旅游。哎呀，当台湾的学生好像一毕业都有这样的计划。看好了4、5个国家，然后就定了一个5年，然后怎么打工旅游，可以存多少钱，然后从那个国家怎么去其他国家玩，对，大概一个环游世界的计划。所以就想说，好，那我先来，对，这边待一段时间陪他们，然后再出去。其实我本来就蛮喜欢孩子的，对，那我以前也是一直就是想要做带青少年啊、带孩子的活动。本来的兴趣就是跟人建立关系。您讲人跟人的相处，应该通常都不是单向的，它一定是双向。所以当我们讲起来好像说是你们为他们服务，可是其实他们应该有带给你们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看到他们对我信赖的这样子小小的孩子就会扑到我身上来，他会跟我就是我觉得我只是对他做了一点点事情，可是他的就是在我的身上感受到那样爱啊。我觉得因为跟这些老人家相处，跟这些孩子相处，觉得自己的心变得比较单纯，就不会去考虑很多这些方面的事情。好像人跟人相处应该是彼此都有在成长。你跟勇士，你们做这个决定，你现在再回去看那个决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还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吗？还是说它其实好像是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子就走到这里来？因为那个其实有点像连根拔起来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讲啊，我就觉得好像是扶贫，可能我自己过去原生家庭的因素吧，我就会觉得我好像要开始一个漂泊的生活这样，那我有一点害怕。但是它可能也真的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毕竟我们决定出来，对我们来说是人生下半场的一个重新的选择。对，但是对孩子们来说，其实他们要有一些。他们有他们很多的调整，对，那我觉得我也很感谢说2个孩子，他们自己也愿意选择跟我们一起，然后来做这样的事情。懂特别，人家的规家人，全家人是因为爱来到这个地方，去帮助陪人，但是也不人家的规家人也因为爱而更紧密，这都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廖先生要家人用行通来实现其他的爱，诚心来对待得上人。你因为这份爱更加强强的贵家人的情感，在其他的身旁来看到的做善行的正义，来想也真係生命真实的价值啦。感謝廖先生一家人留我傳出去嘅歡喜，真根本係得到動盪。祝福其他哋喺呢片土地上做得更加幸福、更加美滿。